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客家新闻插枝。人家创业许多人会买黄梨花，表示讲会改旺。全台湾93个家嘅黄梨花，都喺花莲水面复兴村种嘅。民国55年，台风公司提牛梨开黄梨罐头工厂，复兴村民因正种土黄梨，经济生活都加个改善呢。不过，里面工厂所黑的各选一些的土黄梨，无人爱吃的，也呢是有标比方。不过，没想到无人治理嘅土黄梨，面红上啊贵酱，抢花抢用，复兴黄梨花如日见日有为名声。村民还研发了几多嘅土黄梨产品，增加附加价值，也成立了社区品牌，向论企业化的方式来做，带动社区。土黄梨有为新的出路，社区有为新的发展，更加还已经有30人的后生的为家乡打拼喎。研究还有人免费提供平地草林的私人土地，好本社区做有限油料使用。社区也打造的油盐小火车，向许多游客专讲去了。印证村民的无私同穷心，也在本地无万人地的传统农村，常常有为这么大的改变。直点风力东江东宝慢，就到了后熬嘅时节，风力一出，咱们就圈内聊聊，农民都会带来手球个、手推个俩豆来丰富。呢度就靠冚先嚟已經叫做第一風啦，喺度創造真係已經佢轉勢喺度就啲，佢轉勢啦，尤其是嘅熱天啊嗬，佢熱天旺啲轉勢，佢啲咪就旺，佢肉就旺嘅，旺嘅就轉天嘅就食得咧。惠安三马下只求上人头顺好，地花莲人种铺盖树木乡复兴村，看过去都係風地人。而家土地都先到石固啦，因為種要磨水，因為是田咩磨法土啊，都會種黃梨較好啲嘅啦。咱遮吼海拔上懸，咱分水嶺，因為呢，阮遮無地下水，所以講對這往來較有幫助。你若我種土豆，較早是攏靠無啊，靠無就未生活，未生活呢，了後大攏是種往來起基的就對。民國55年，台風公司定用地產的黃梨罐頭加工廠，用保證價時老村民收購黃梨，所以復興村萬來都係黃梨人，也改善了村民生活。開這個往來工廠，工廠了後，伊吼會當互阮貸款借金，借金的時，阮都有本錢好掙。迄當時呢，因為咱復興村的人攏吼真善車呢，台風公司來遮做了後，阮往來起機，往來吼就是講互阮趁錢。不過何公健暫時講嘢，聽連黃梨罐頭產業見來見唔好。民國76年，台風公司數見來，喺那復興村中介都係推農3號土黃梨，是起來核算適合加工。一般人買來現實價，但也會合甜呢。所以土黃梨還冇人會買，黃梨人願口並寄放。冇想到冇乜嘅遊戲之力，冇盤生種技術嘅黃梨達到核細點，不過每學生出來嘅花又大又正。黃梨就旺旺來嘅好兆頭，復興嘅黃梨花當然都當好買來見識。因為嘅黃梨工廠啊，黃體去嘅種黃梨嘅農民就種嘅黃梨賣毛路啊，賣毛路家下就轉型啊，轉型嘅黃梨就開始種嘅觀賞鳳梨。台風公司收檔吼，就是講這往來就放廢景呢，咱縣政府這個農業課。就叫阮講採收一個往來花，但是往來花迄陣足好價，去到台北吼，一公斤大約有30塊。不贏啦。我們這環境都比較有機的嘛。那就丟在那邊就好了。那個拿來種也是會活，它是可以種的。那個你現在種在上面已經變成罐了。喂。主要用黃梨花為復興村帶來春光，市面上超過900嘅黃梨花都係兩位賣出去嘅。
咱第一届是年半收往来花，啊，大约是2年收往来果。第一届架冬架冬会当收50栋。啊，第二届一年就采收了，毋免到年半。第二届大约少是架冬剩30栋。两冬天到年下，除系复兴村最无限嘅时节，是系土方里唔单产地工业迁入后后，为东北打扫也增加土方里价值，村民研发出各种加工产品。你下扎厂做工业海岸橋啊，喺度計冷嘅啦，所以你見每廠廠嘅啊，好彩你下往你工廠要做嘅咁加工，所以說佢每條體啦。又較往里向啊。順咩較順啲啦，你要做加工都掠種這樣好啦。做黃梨叫啦鳳梨酥啊，韓國掠黃梨，嗰種嘅挑字嘅黃梨啊，韓國掠加工嘅鳳梨醬，面黑喺度掠，咩要千度好掠好，就掠去烘燒掠黃梨啊，本人來看，本人來食啊吼。所以土方里種嘅面積見率減發，兩下子建築只包80公頃，也會提供創造一道工作機會。所有的農民都可以不用再靠別人，像我們當初去做給別人鳳梨啊，一卡車過去，他只要有一顆壞掉，他整卡車跟你推。然後這時候總幹事他就想到自己做加工廠。唔是說講啊，買黃梨啊買到那些唔是少的，總是佢會讓你割下來買。啲農人家按度啊，佢冇買適合做啊，冇買適合做啊，即係要加工啊，加工要用千多年的天數嘛。10年前，福建村就開始走上開展草，塵土農村天天嘅轉型變到冇用容易，到時不是條路，只見退休嘅財經範，落其他從外州嘅後生人都決定轉到家鄉。西部嗰邊哦，我認為要安排好嘅退休嘅素材啦，安排好嘅嗬。啊，因為轉到一片來看到楊總幹事佢按3萬為了啥去做事，看到佢愛當感動啦，所以我就想講咧，攞佢天書來共同來打拼，啊，本人家啥去更加好。你可以抓一點來試試看看，因為它原汁的土鳳梨，它的那個口感非常棒，對啊，慢慢嚼的時候有那個土鳳梨的香味。講年下做鳳梨酥，28歲嘅汪文章，屋下係做本單嘅，佢講福建村立劈緊農村冇窮咗，後生人哋倆就移動發展嘅機會。這其實整空間都很有創意啊，很適合年輕人回來。像是不管是現在的遊園車啊，還是現在的那個森林公園那邊啊，其實都很有空間。像我們年輕人可以發揮一些，就是自己賣的一些特殊的鳳梨產物啊，或是一些遊玩的方式。記得我們在包的時候，盡量不要壓太扁。不然會發生什麼事？它會粘在手套。台灣食子都搞到東條，標會係沙溪山地推橋線順紅街這個點，除了賣鳳梨菜、鳳梨產品之外，也係影響也是福建村嘅挑戰站。可能轉介我們總幹事理事長，這個部分有沒有去做一些導覽解說？譬如說一些行程的走訪，才能夠把我們所謂的在地的一些特色，然後讓大家知道。其實柳橙每一顆的甜度不止我們各位常常在網絡上看到的夢幻，這就是我們的夢回來說，還有那麼小算什麼湖啊？而推橋線個其實小一下出個，為天涯福氣足幾精彩，天出為喜到中毒。靠近我們車子這個比較綠色，這個是那個土鳳梨哈，它比較遠黃色過去那個，有沒有感覺它顏色葉子的顏色比較淡一點？各位有沒有看到？那個就金鑽了，就是我們平常在市面上所買。如染色火車在電影下的中毒佬，還如彩天認證樣解說，來到倆除為知道，倆得不嘅空氣是採望研究安好，看到面頭前安站掉嘅風景，轉機先發為快到岸間吃菜。這裡來找老闆娘就在那邊忙着招呼客人哦。那這個柳橙汁放的甜哦，對，給你辦，假面積哈，帶出場要錢，就這樣子而已哦。坐遊園車就是可以放慢你的步調，不是走馬看花，然後又有那個司機會幫我們導覽。這火車你哋倆天不改天，來到鳳梨山，你下去天陽用不熬鳳梨，還出太後是幾類。
来吃一个。来，我吃一点点。怎么好像越来越小颗？吃到没有肉了？有没有甜？有一点酸，酸甜甜。这里几乎都没用什么的。对。吃的安心。吃的安心，对。吃的原味。没错，可以让大家吃到比较大自然的东西。对。所以你可以杂草都让它随便长。所以有时候你还会看到，就是可能会有一些环境式的一些鸟类会在附近，然后你们仔细看，可能会有。看到一颗凤梨，然后就直接把它折下来，然后有比较正式的采法，就是把凤梨先握住，然后再用那个刀把它割下来。做了这个凤梨酱制作，还有这个凤梨酥的 DIY 制作，还有这个做游园的这个小火车和采凤梨的，我觉得每一项都是我从来没有的经验。那一株只会长一个苗？不一定，有时候长3、4个，有时候长4、5个都。真的吗？我本来就是花莲人，就是说因为工作关系就到台北去。林润文喺花莲12年，我竟然為附獻注意到合發揮嘅素材，組織嘅鐵仲設計考校專業，為啲素材做了事情，也做得全權照顧個行業。像什么凤梨什么时候可以采收啊，然後鳳梨還有一些什麼東西導覽的，這些都是他可以教我們的。然後就是我們等於算是教學相長了，然後一起看能不能把這邊的特色發展出來。企業化是我們現在農村一直想要走的一個部分啊。總幹事理事長他們那一群，那他們那個 team 是一個非常有向心力的 team。第二個部分來講，可能就我們這些年輕人，我們這些年輕人沒有很厲害，可是今天來講，我們願意說，今天花費最大的熱忱，然後跟心力有沒有，去盡量把自己在地的東西推廣出去，當做自己的事業來看，這樣子。我們農民大家都很忙，可是遇到需要一起出來為社區幫忙的時候，大家都非常的義不容辭，真的很感動哦。所以社區今天呢，社福差技術影響，跌平中計數拿下個，中青苗高，附近冇下好嘅條件來種前到經濟作物，除了房地，除係種樹嘅來量政府補助金。领了補助，20年之後，他可能又怪手勤怪的把它都挖掉了。我們一直目睹這樣子的一個情況，覺得非常的可惜，浪費了我們20年的這個納稅人的錢。所以說，我們那時候社區就有一個共識，說怎麼樣來把這個造林地讓它永續的經營下去。我咪想肥體伊咧種柑嘅咪好啊，種柚嘅咪好啊，我咪安想啊。不過我想根本上，佢樹嘅種落按球嘅按大條嘅按個嘅按大肥體是在種大慫啊，因現啊沒有幾個20年啦。首至有世界提出提供世界草林提出來，本沙期輪手觀光用料資助，總求10年貢獻。大家咪講按動王咧，跟樣咪誒，那來按樣變做變料莫傳承，獨做一種誒觀光嘅世界啦大家咪想哪有可能啦安尼一種嘅素材哪有會用因會來啦。我們當初也沒想到要弄火車啦，但是我們想說，怎麼樣讓來到這裡，坐在樹蔭底下，享受人生的這種氛圍。那我們可以周邊可以賣一些農特產品來賺取一點點的收入。那我們就不一定說非要把它砍掉不可嘛。冇想到社福差及下屬當小朋友2年還是營業累累3000三。客人對於我們這個地方這個低碳環境的肯定，對於我們整個造林園區裡面這些比較具有動態的一個休閒空間出來，坦白講，對我們社區來講，我們增添了無比的一個信心了。說實在的，按當年來，社區個部長3條2年出開會討論，為農業挑戰農業經濟，就係講對環境為主同態嘅輔導，造成同態嘅影響。採異業制的或者這樣很多的配套，那我們希望說，一定要有一個共識，讓這一個環境能夠永保着這麼好的一個品質，才是最重要的。留得青山在嘛，我們希望能夠細水長流。沙基建議係個冇共識，講乜嘅都冇頭，透過討論向下嘅題，除咗唔係當理想，直接大家來拍，個向下來看哪，我用辦解決，大家觀念差唔多，心肝向，做乜嘅都唔為難你。
一早开始的时候，其实也很多的有不同的意见，甚至我们在奚落我们呢，说，哎呀，假爸娃要俩几杯糖来卡生喵，哎，你不做也就没事了，干嘛在那边数落我们呢，对不对？但是那些人，他们现在都认同我们，佩服我们。你以为我们复兴设计就是天赋异禀吗？没有的。福建不权那个副业不好，两个素材一直当中央，还能福建也10年来破势破跳，慢慢的走，大家也总是看到几多嘅进步，几多嘅成果。民国18年，土崩地为福建村创造了800万元产值，民国18空营业从新中到6000万元。日点嘅土崩地，老退万人还见到闹市界，传统嘅风里会留下累累，也让福建村行出一条全新嘅新马抬头。